今日同大家講杜月笙嘅古仔，大家唔好以為會有刀光劍影啊、血濺黃埔灘呢啲情節喎。不過我可以向大家保證，古仔咧一樣咁精彩，而且咧仲可以學到多少做人處世嘅智慧。嗱，一提起杜月笙咧，相信大家會諗起上海皇帝啊、江湖中人啊、青幫大佬啊、靠賣鴉片煙起家等等，應該都係一個大惡人嚟㗎啦。誰不知佢嘅成功咧，唔係靠惡，而係靠做人。難得嘅咧，就係佢本身冇讀過書，盲字都唔識多個。雖然佢係江湖中人，係會揸刀啊，但係最叻揸刀咧係批生果喎。因為咧以前佢係做小販嘅，正正因為佢做人處事手段圓滑，應咗一句説話：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佢做事咧，處處為對方留一線。嗱，根據陳傳仁嘅回憶咧，杜月笙平時處理問題咧，佢會先諗上策、中策、下策，之後仲諗埋補救嘅方法。所以咧，通常佢會面對一個問題咧，唔會咁快做一個決定。而當佢做決定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講閒話一句，就已經諗到解決嘅方法㗎啦。所以可見得咧，佢成功嘅地方咧，就係佢處事嘅方法。佢亦都係一個金句王嚟嘅喎。佢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咧，好有趣嘅。佢就係話：頭等人咧有本事冇脾氣，二等人咧有本事有脾氣，至於末等人咧就係冇本事有脾氣。唔知大家點睇呢？嗱，話說喺1929年咧，上海發生咗一單好大嘅工潮。係喺法租界裡面嘅，就係法商水電公司嘅員工咧發起大罷工，原因咧佢哋指責公司咧對佢哋刻薄，因為佢哋嘅薪水咧係非常之低嘅，每一個員工大約咧每個月得到銀元8至到10蚊啦。咁到底當時嘅物價係點樣嘅咧？原來咧3蚊咧就預咗消費去咗租金啦，或者係棚屋，剩低落嚟嗰5蚊咧就要日日使成個月㗎啦。咁對於咧一家3至4口嘅家庭嚟講，基本上係唔夠使嘅。咁佢哋發起罷工都無可厚非啊。咁如是者咧，公司同埋員工咧就互相對峙。咁但係因為罷工嘅關係，當時嘅法租界咧停水停電10幾日，跟住落嚟咧垃圾工人亦都響應喎，於是就搞到成個法租界咧臭氣熏天。呢個時候，水電公司咧就揾咗佢哋嘅華人董事咧走去揾阿杜月笙幫手，但係杜月笙咧覺得時機唔啱，太早啦，於是佢就話：我自己咧聲望唔夠，你另請高明啦。其實杜月笙咧就喺度睺準緊時機，直至到咧某一日有一隻法國輪船咧駛入嚟呢一個黃埔灘，原來當中裡面咧有一個大人物。就係法國嘅外交大使。當佢上到岸嘅時候，哇！發現碼頭工人又罷工啦，垃圾啊臭氣沖天啦。於是佢哋就訓斥咗呢一個嘅法租界嘅管理層。咁而管理層咧亦都覺得，唔掂啦，我哋都係要揾人去處理呢件事情。所以咧，佢哋就決定揾上海嘅市長吳鐵城去處理。但係上海市長吳鐵城咧又心諗，哇！如果我搞唔掂呢單工潮，咁我咪好冇面，咁我以後咁點樣繼續做市長呢？於是咧，佢就託人去揾阿杜月笙咯。呢個時候，杜月笙就覺得時機成熟啦。於是咧，佢係兵分兩路。首先咧，佢就去同水電公司嘅經理傾，要求代員工咧加薪1倍。哇！嗰啲水電公司嘅經理聽到加1倍人工，咁咪獅子開大口，唔得。咁啊輾轉咧。喺度反覆商量之後咧，佢哋決定咧可以批准加7/5嘅人工，7成半啊嚇。但係佢哋要求咧就係罷工期間咧嗰啲嘅薪金咧，佢哋係唔會支付嘅。咁而另外一邊咧，杜月笙就揾佢嘅親信咧陳景儀，就走去酒樓嗰度開幾圍，就同啲工友傾下偈，探一探口風，睇下佢哋想要幾多。咁啊啲工友咧原來佢哋只係想要3成，最多係5成嘅啫。咁啊，聽到呢度，陳景儀咧就打電話翻去俾阿杜月笙啦。杜月笙心諗，得啦，可以欲成其事啦。於是咧
就坐車咧去到呢一個酒樓嗰度。哇！嗰啲員工一見到杜月笙上嚟，個個就掌聲雷動啦。咁呢個時候，杜月笙咧就同佢哋講啦：各位工友，你哋話想要3成到5成咧，我覺得太少啦。我同你叫夠7成半。哇！聽到呢度咧，大家更加開心。咁啊，好開心啦，就諗住就完成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杜月笙就話：你哋滿唔滿意？大家話滿意。嗱，不過有個條件喎，因為罷工期間咧，水電公司話佢哋唔會支付罷工期間嘅薪金嘅喎。咁有啲人就諗落，都可以啊，反正我哋其實都係要求3成至5成，而家有7成半，其實已經係賺夠突㗎啦。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員工咧就出聲話唔得，罷工期間嘅薪金咧我一定要。咁啊，杜月笙見到勢色唔對喎，有一個人話嗌反對，明明係就嚟成功㗎啦。咁於是佢哋即刻話得，冇問題。喺在座咁多位你哋罷工嘅工友，罷工期間嘅薪資一律由我杜某人支付。哇！大家一聽到呢樣嘢，個個掌聲雷動啦。但係嗰個員工仍然咬住唔放喎，佢就話：杜先生，你俾錢唔得，我唔收，我一定要水電公司支付。面對呢一個工潮，明明係談判就嚟成功㗎啦，杜月笙梗係唔可以功敗垂成啦。於是佢就立即咧就同呢個工友講：得，你嗰份我叫公司支付，其餘嗰啲朋友咧係由我支付。咁啊，大家都覺得再冇藉口去罷工啦。呢個時候，杜月笙咧就舉起酒杯啦，恭祝大家罷工成功，聽日大家準時返工。咁啊，於是咧呢一場工潮咧就消離於無形啦。聽完杜月笙處理工潮嘅故仔，係咪覺得佢嘅手段好厲害呢？嗱，其實咧喺危機處理方面咧，佢確實係有佢過人之處嘅。第一，佢唔急於做和事佬，等到雙方鬧到面紅耳熱、筋疲力盡嘅時候咧，先至出手，咁就事半功倍啦。第二，冇話執着於邊一個啱同錯，總之各有各嘅原因，大家都留一步，大家咧都有下台階。至於第三樣咧，就係佢夠果斷啊！仲記唔記得一個工人啊，話要求咧要賠償翻罷工嘅時薪啦，亦都要求咧嗰間水電公司親自去賠錢，而唔係杜月笙賠錢啦。杜月笙立即果斷咧就答應晒佢所有嘅嘢，原因就係怕節外生枝。因為咧，如果工潮咧已經談到90%嘅時候，忽然之間有人講出嚟，再鬧大啲嘅工潮，因為當時好可能咧係有啲激進嘅勢力想煽動工潮噶嘛。咁樣功虧一簣咪好唔抵？杜月笙處理唔同嘅問題咧，都懂得靈活變通嘅喎。呢一樣咧就反映喺另一次處理工潮嘅問題上面啦。話說咧喺華界嘅浦東咧就有一間英美煙草公司，咁佢哋本身咧有員工咧8000人，自成一國。而最惡嘅地方咧就係佢哋生產完啲香煙咧係冇交稅俾國民政府嘅喎。某一日咧，終於發生咗工潮啦。因為啲工人咧覺得呢間公司實在太刻薄，於是佢哋就發起罷工啦。但係英美煙草公司咧恃住自己財雄勢大，心諗咪由你罷工咯，罷得個零2個月，你哋都要食飯噶嘛，到時候咪乖乖地返工咯。一直都唔想同工人談判。呢個時候咧，浦東嗰啲鄉佬咧就心急啦。因為始終咧嗰啲工人好多都係自己啲鄉里嚟噶嘛，於是咧佢就去揾杜月笙幫手。杜月笙咧本身都係浦東人，喺呢件事情上面自然係想幫啲工人啦。但係佢面對住財雄勢大嘅英美煙草公司，點搞呢？於是咧佢諗到一個方法，就係借力打力。首先佢自己就墊資咗一筆錢俾嗰啲工人咧繼續罷工，而另一方面咧佢就叫啲工人嘅工頭咧寫信俾國民政府嘅財政部，同佢講：我哋罷工咧，係要求呢個英美煙草公司咧要為國民政府繳稅，因為佢哋咧冇交稅。國民政府嘅財政部正當咧喺度諗緊有咩藉口可以同佢哋講咧，啱啱好收到呢封信，於是就順水推舟咧就做埋呢一件事。首先咧就叫碼頭啊、叫火車啊、叫輪船嗰啲咧，只要見到未完稅嘅香煙咧，就千祈唔好替佢哋運載。嗱，咁英美煙草公司見到點解嗰啲員工又繼續罷工，仲有國民政府咧
而家嚟追我哋稅喎，咁死啦！我哋就處於下風。於是咧，佢就急忙咧去揾佢哋嘅華人董事咧幫手啦。咁華人董事自然就揾到杜月笙啦。咁杜月笙就出面話：得，冇問題。嗱，我可以同你處理工潮斡旋當中嘅事情，但係咧你要英美煙草公司咧首先要加人工，同埋要交稅啊！講翻中醫陳傳仁啦，佢點樣認識杜月笙嘅咧？根據呢本書所講啊，佢咧就係因為有朋友介紹，同埋替過杜月笙以及佢嘅家眷醫病，所以咧就同杜月笙相識。不過有啲人咧就話佢本身咧就係杜月笙嘅門生。嗱，喺呢本書裏面咧，佢就冇講過，亦都冇承認過。但係咧，肯定佢哋嘅關係咧都非常之深厚噶啦。因為咧，杜月笙有陣時咧都要揾佢去幫手嘅。有一次咧，杜月笙有一個朋友，亦都係上海總商會嘅會長啦。佢個名咧就叫做余佐廷啊。咁啊，當時咧就花巨資咧買咗一間嘅藥鋪，叫做同咸春堂藥號。咁但係發生咗勞資糾紛喎，因為咧呢位嘅余佐廷咧，佢就揾咗佢嘅親信姓宋嘅一個經理咧，就坐鎮呢一間嘅藥鋪。喺查數嘅時候咧，就發現嗰啲老員工咧，哇，不時都穿櫃桶底嘅。咁啊，俾佢咁啱有一次咧，就捉到其中一個員工咧，喺唔知帳同埋唔記帳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將自己藥鋪裏面一啲藥咧就拎走咗。咁於是佢就問佢啦，冇解釋係嘛？咁我去炒你魷魚噶咯。咁正當想炒佢魷魚嘅時候咧，呢個員工咧就揾到一個證人，係另外一間藥鋪咧就指明話：喂，我哋同行咧，其實係揾我哋藥鋪咧代支住啲藥出去啫。呢一個亦都係一啲藥鋪嘅慣例嚟嘅。咁啊，宋經理唔拗得過佢哋噶嘛。咁而呢個時候咧，啲舊員工咧就起哄啦，圍住呢個宋經理一不斷指罵，仲甚至咧啪啪啪啪打咗佢幾巴添，要佢咧叩頭認錯。咁呢件事咧擾攘到去余佐廷嗰度咧，余佐廷就求救於呢個杜月笙啦。杜月笙心諗呢啲關於中藥嘅事情，不如就揾阿陳傳仁去辦啦。咁陳傳仁就領命去到呢一間藥鋪嗰度咧，就同佢哋講啦：嗱，我哋大家都咁熟，我就係阿杜先生派嚟處理呢件事情嘅。相信大家其實都唔係話十分之乾手淨腳啦。如果阿杜先生派人落嚟真係查數嘅話，相信大家都無一幸免嘅。不如咁啦，呢件事粉筆字抹咗佢，大家握手言和好嘛？咁大班老員工咧都覺得要攞翻個彩，就話嗱，除非咁啦，我哋見到阿杜先生，咁啊我哋可以當冇事啦。咁於是咧，陳傳仁就問翻阿杜月笙，杜月笙話得，好啊，就咁決定啦，閒話一句。咁呢個時候，余佐廷咧就聽到呢件事就好啦，即刻咧花錢咧就辦咗4圍酒席，就喺阿杜月笙嘅屋企嗰度咧擺咗4圍酒席。咁於是咧就請翻啲老員工一齊過去。咁老員工咧，因為從來係聽過杜月笙嘅大名，係冇見過佢噶嘛，於是個個咧走去咧剪頭髮啦、換衫啦。咁啊去到佢屋企嘅時候咧，杜月笙只係出咗嚟啫，大家就已經掌聲雷動，好開心啦。咁啊，杜月笙咧坐低影咗張相，跟住咧就借故咧就離開咗。咁而當晚咧，大家都賓主盡興，咁啊同嗰個宋經理握手言和。從此呢間藥鋪咧，裡面嗰啲經理啊同埋員工就相安無事啦。咁呢件事反映咗個乜嘢智慧咧？就係杜月笙咧好善於用自己嘅名聲咧去處理問題。嗱，首先實際嘅操作咧，佢唔熟悉，佢揾陳傳仁去幫手。到差唔多成功嘅時候咧，佢只要露個面啫，佢唔會講太多嘢㗎，因為講真講得太多嘢就唔矜貴啦嘛。出到嚟大家都拍手掌咯，咁我坐低影張相咪走咯。呢啲係大人物嘅風範啊嘛。所以喺上海裏面吃得開咧，最緊要係靠面子。嗱，關於杜月笙嘅古仔咧，我哋就講到呢度啦。下次我哋講過另外一個古仔啊。喺呢度想問一問大家，你想我繼續講呢本陳傳仁博士專題論文集裏面嘅古仔啊，定係想我開個另外一本書呢？喺留言區度話俾我聽啊！多謝大家嘅支持。